喺旺角佔領集會嘅場地咧，喺下晝2點半開始咧，就發生咗支持同埋反對佔領集會嘅市民咧，係一啲嘅衝突㗎。咁有一批咧係反對佔領集會嘅人士咧，係強行咧係拆除集會人士嘅帳篷，咁咧係抗議佔領旺角嘅示威人士咧，影響市民嘅生活。咁咧有人推打咧係示威者，亦都有身穿校服嘅集會學生喺警員護送離場嘅時候咧，就被反佔中嘅人士推跌㗎。咁直至到晚上6點半過後咧，零星嘅群眾打鬥同埋口角咧，仍然不斷發生㗎。咁警方咧喺下晝咧係到場戒備㗎，咁拉起人鏈咧係分隔支持同埋反對佔領集會嘅人士，護送佔領旺角嘅集會人士離場。但係雙方嘅支持者咧仍然係不斷咁樣增加啦，而且係越夜越多，估計到晚上7點鐘左右，已經咧有幾千人咧喺旺角嗰度聚集㗎。咁警方勸喻佔領旺角嘅人士咧係離開集會場地，亦都呼籲咧佔中嘅發起人咧係勸喻集會人士撤離啦。咁另外銅鑼灣嘅佔領集會場地星期5傍晚呢，亦都係發生咧群眾衝突㗎。咁有人呢係被警方帶走，而且咧係同警方口角㗎。咁警方咧將部分呢係封鎖佔領集會場地嘅鐵馬咧係清走咗㗎。